月經推遲咧唔使驚，如果冇下邊所講嘅呢兩點咧，就唔好自己嚇自己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廣州醫科大學附屬中醫院婦科嘅周醫生。咁今日咧同大家重點講一講咧月經嘅問題。咁喺部分女性嚟講啊，月經嘅推遲咧，好可能啊係一個身體自我保護機制嘅啟動。咁大家咧要知道咧，我哋嘅月經啊嚟嘅血咧，3/4係動脈血，1/4咧係靜脈血，以及咧一部分咧由子宮內膜脫落嘅血塊組成嘅。如果大家咧喺月經嚟之前啊，身體咧係處於一種氣血不足嘅情形下咧，咁身體咧就會開啟呢個自我保護模式啦。咁咧就容易出現一個月經推遲或者月經量少嘅情形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大家咧就可以喺醫生嘅指導下咧試下呢個調經補血丸嚟調理。咁呢隻藥咧係由活血調經嘅益母草同埋補血止痛嘅當歸等9味藥組成嘅。咁啊可以咧調經補血理氣。咁但係如果你出現咗以下嘅呢兩種情形咧，你就一定要重視啦。第一就係月經經常唔準時，而且咧月經量啊一陣間多一陣間少，咁呢個時候咧就要注意去排查有冇惡性腫瘤啦。咁第二咧就係月經減少嘅同時咧，仲伴有一個嚴重嘅腹痛腹脹，而且咧呢種腹痛腹脹啊持續好難緩解。咁呢個時候咧就要小心有冇宮外孕呢種可能引起嘅出血，要及時咁就醫啦。最後咧就要告知咧各位女性朋友啊，正常情況下咧我哋月經啊如果係推遲1週左右咧，就唔使驚，唔使自己嚇自己。